睇房時間，官方報基本房間面積為15平方，採用基本商務設計。雙人床係 Queen size 雙人床，非常舒適。床頭位置設有充電同埋 USB 插位，電視係普通數碼電視，有 HDMI 插位。與其話呢度係 apartment，咁倒不如話呢一度係普通嘅商務酒店更加合適。浴室空間非常充足，睇得出並冇因為要加大房間空間而刻意縮小浴室，呢一點確實值得稱讚。房間整體舒適，我個人評價已經合格。